大家平安。今天9月19日，让我们一起到主人面前，一起来敬拜，来到这伟大的上帝面前，一起来领受这美好的恩典。我们一起将自己摆在当中，我们要一起经历，一起来领受。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。从水中经过，你必与我同在；从火中行过，你必遮盖着我。你双手一指，你是新拯救，大有能力的主。你赦免罪孽，医治一切疾病，你赐下应许，叫我们的痊愈。你战胜失望，你践踏仇敌，你掌权在全地。伟大的神，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风浪之中保守我们，困难中我依靠的神。奇妙的神，不住高歌敬拜我神，相信你要医治我们，呼求你来拯救我们。赦免罪孽，医治一切疾病，你赐下应许，叫我们的痊愈。你战胜失望，你践踏仇敌，你掌权在全地。伟大的神，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之中保守我们，困难中我依靠的神，奇妙的神，不住靠着敬拜我神，相信你要医治我们，呼求你来拯救我们。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，伟大的神，奇妙的神。神，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风浪之中保守我们，困难中我依靠的神，奇妙的神，不住高歌敬拜我神，相信你要医治我们，呼求你来拯救我们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这美好的恩典、美好的祝福。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也愿我们去经历你的恩典、你的祝福与带领。让我们不论在水中、在火中，你都与我们同在，你都遮盖我们。让我们在面对许多困难挑战的时候，你都帮助我们，你医治、你的拯救临到我们当中。主，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身体有病痛，愿主你帮助保守着他们的心怀意念，让他们依靠你，让他们去经历你的医治、你的赦免。让我们在当中面对那死亡的征战，你践踏仇敌，你战胜了死亡，你得着了生命，你让我们被你得着。主啊，愿主你在我们当中来行大事。伟大的神，你创造这一切，创造宇宙的万物，你保守，你看顾，你带领，让我们不住的高唱，让我们不住的开口来敬拜你。主，让我们用我们全人全心来到你面前，来领受你的恩典，来敬拜你，来交在主你手中。亲爱的主，让我们的生命满有主你的恩典与慈爱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交在主你手中，恳求你恩典降临。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9月19日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记第9章第32节到第38节。尼希米记第9章第32节到第38节，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我的上帝啊，你多么伟大，你多么可畏，多么有全能。你信守你的诺言，从亚述诸王压迫我们到现在，我们受尽了苦楚。我们的王、我们的领袖、我们的祭司、我们的先知、我们的祖先以及所有的人民都受尽痛苦。求你记得我们受过多少苦难。你惩罚我们是理所当然，你信实，我们却犯了罪。我们的祖先、君王、领袖，我们的祭司没有遵守你的法律，没有听从你的命令和警告。你子民曾住在你所赐宽阔肥沃的土地，在自己的国中享受大福，但他们并没有离开罪恶来侍奉你。现在我们在你所赐的土地上，在供给我们食物的肥美土地上做奴隶。这地的出产都归你派来管辖我们的君王，因为我们犯了罪，他们任意对待我们和我们的牲畜，我们遭受极大的灾难。由于所发生的这些事，我们以色列人民郑重地签了约。我们的领袖、利未人和祭司都在文件上签名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第9章第32到第38节，让我们再用点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领受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在我们所读经文里面，也可以称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对上帝的祷告。在当中看到他们的祷告来到上帝面前，从我们前几天开始读的到今天是一个祷告文，在当中也是一个认罪的。在这里面，他们回想了从一开始上帝的创造，从亚伯拉罕开始，一路到他们当时的时代。这一路看下来，在他们的生命里面，他们面对这么多的事情，而在当中，当他们愿意悔改的时候，也要回去看这所有路途当中，上帝怎么带领，上帝的恩典以及人的离弃。因此在当中，我们看到很多时候，我们都是用我们的想法，用我们的想要去看待这许多的事情。然而当我们回到上帝面前，用上帝的眼光，用信仰的眼光，用这一切的时候，会发现你的理解常常是跟这一不一样。我们的理解常常是跟上帝的心意背道而驰。所以这当中，当他们从这建造的过程里面，从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，进到圣殿的重建。这圣殿重建包含了硬体跟软体的重建修建的过程里面，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服事、我们的职分，其实很多时候需要重新的被确立起来。而透过上帝的话语当中，我们领受了，我们也看见上帝的心意，而在当中也让我们有许多生命的调整。所以当中，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这样的祷告的时候，他们也回顾了以前从亚伯拉罕开始，上帝的恩典在当中，但是人的背离也一直在这里面。在这些经文当中，也进到了他们比较贴近他们生命的那一段时期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当他们进到这段时期的时候，也有许多看见。这边讲到说，我们的上帝啊，你多么伟大，你多么可畏，多么有全能，你信守你的诺言。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常常在对着上帝歌功颂德，但是在许多时候也让我们回来看，我们要敬拜上帝，要赞美上帝，要去更加的了解上帝，知道上帝的权柄，上帝的全能，上帝的大能，上帝所做的事情。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上帝做的这许多的事情，你没有看见吗？当我们在这样回顾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认罪的时候，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相信你有更多的看见。所以在我们当中，之前也很多次跟大家分享，我们的敬拜里面，我们的祷告当中，也从感谢、从赞美开始，从称颂上帝来开始，让我们去看见、去称颂我们的上帝。而在当中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也让我们的心、让我们的灵更加的不一样，让我们生命更加的不同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我们的上帝，你多么伟大，你多么可畏，多么有全能。在当中也是回想上帝的大能。这边也在讲了多了这一句，你信守你的诺言。上帝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，上帝说要有就要有，就会有。上帝要祝福要赐下，就会赐下给我们，就会祝福给我们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从亚述诸王压迫我们到现在，我们受尽了苦楚。所以讲到说，上帝是有全能的上帝，是有大能的上帝，上帝信守诺言。而在当中，我们从亚述王把我们，这也可以说是从列王记之后，在当中他们被掳了，这个城被毁了，甚至圣殿也毁坏了。从这当中开始，他们受尽了苦楚，被压迫了。所以他们经历了这许多的事情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有非常多次在跟上帝说，我们很苦。所以这当中也提到了，你是信守诺言的上帝。然而我们经历了这样的事情，也愿你与我们同在。遇到这样的事情，遇到这样的苦楚，他接着说，我们的王，我们的领袖，我们的祭司，我们的先知，我们的祖先，我们所有的人民都受尽痛苦。然而在当中回来看，这何尝不是
以色列人他们自找的吗？在过去的时刻，上帝依然与他们同在，一直与他们同在。透过上帝的先知，透过士师，透过许多上帝的人来带领他们，让他们单纯的倚靠上帝，不需要王。然而，人们看见这世上的人，他们也想要有王来统治他们。而当他们要倚靠人的时候，也就是他们在背离上帝的时候。虽然一直在讲到说君权神授，君王的权柄是上帝所给的，然而人们只看见人，不看见上帝。人们只想倚靠人，而不是要倚靠上帝。所以在这许多事情当中来得罪了上帝，而且因为人的选择，也开始要去承受这许多的痛苦，要去承受这许多的磨难来临到他们。这边所以他们讲到说，我们的王，我们的领袖，我们的祭司，我们的先知，我们的祖先以及所有的人民受尽了痛苦。所以当我们开始离弃上帝的时候，我们用人的方式，从有君王开始，从扫罗王开始，其实人应该不是从那边开始，而是更前面，当人们在要求要人来当王来统治他们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看到撒母耳也很不开心，也很不高兴。为什么你们不依靠上帝，而是要一直用这样的方式呢？在这时候才开始唱为说，在我们有王，我们的领袖带领我们，我们的祭司，我们的先知，我们的祖先，我们的人民受尽了痛苦。而从过去到现在，我们经历了这么多。上帝啊，求你记得我们受过多少苦难。但这句话反过来看，是不是也可以回来看，我们做了多少悖逆上帝的事情？我们有多少的不顺服？在这当中有没有回来看到人性就是如此？求你记得我们，看见我们的痛苦，我们所经历的这些苦难，但是对自己所做的却绝口不提。我们悖逆上帝，我们离开了上帝，我们所做的这些不顺服，我们人也常常说啊，我们就照着上帝的旨意来做，但是常常做的都不一样。我们只会说我们很有信仰，我们信仰很好，我们常常来到上帝面前，但是所做的事情都背离了上帝。所以当我们在读到这些的时候，其实让我们也用不同的眼光来看，不单单只是这样子。在这样苦楚当中，当我们在读圣经里面的时候，会发现当以色列人陷入在那种状况的时候，常常就是因为人们不顺服上帝，把上帝的话语不当一回事。当我们在看到从大卫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，虽然这个国家里面还是有许多的患难，许多的战争，但是当他们愿意降服在上帝面前，整个情况跟他们这时候是完全不同的。所以真的从这当中，常常可以回来看，当我们在反省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家庭的时候，也可以常常去看见我们是不是一直在离开上帝。当我们领受这许多恩典的时候，也可以去看是不是我们更加的依靠上帝。所以在许多状况当中，其实都是可以让我们来反省，来回顾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在这里面的讲，其实也包含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，人一直陷入在那种境况里面，所以他才会说，你惩罚我们是理所当然，你信实我们却犯了罪。所以走到这边，其实也回来认自己的罪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也是一样，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生命的缺乏、生命的软弱的时候，我们求上帝来帮助我们。而在这样的事情当中，是不是也回到上帝面前？上帝是信实的，
他信守他的诺言。所以这边在提到说，其实上帝是信守诺言的上帝。你信时，我们却犯了罪；你照着你说的来做，也就是你要吃下就吃下，该惩罚你就惩罚。然而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我们犯了罪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。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但是我们犯了罪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去经历了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是因为我们犯了罪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也要这样的觉醒，因为我们犯了罪，经历了这许多事情，所以当中也要求上帝赦免我们，求上帝的大能在这当中，求上帝的恩典赐下。你信时，我们却犯了罪。前面讲到说，我们的君王、我们的领袖、祭司、先知、祖先、人民受了极大的苦难。这边讲到说，我们的祖先、君王、领袖、祭司没有遵守你的法律，没有听从你的命令和警告。所以在这里面再的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的景象，也让我们在当中去思想，我们要回转向上帝，我们要回转来到上帝面前。因为我们犯了罪，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，因为我们不顺服，所以这边讲到说，没有遵守你的法律，没有听从你的命令和警告。这段时间在上一些课的时候，也会听到一些牧者在分享。其实我们也是需要回来看我们生命的景况。当我们教会没有办法被兴起，是不是我们生命里面跟这边一样，没有遵守上帝的法律，没有听从你的命令和警告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要求弟兄姐妹要读经、要祷告、要灵修，也就是让我们进到这当中。当我们不明白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来遵守？怎么样来听从？当我们连这个都不愿意去做的时候，就不用讲到说听从与遵守。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在教会，但是我们却没有上帝的话在当中。虽然我们在教会，但是上帝离我们却是非常的遥远。虽然我们在教会服侍，但是我们的心却没有在教会，却没有在上帝的身上。我们在参与在当中，我们有可能有很多的职分，但是我们却离上帝很远。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他讲到说，我们祖先、君王、领袖、祭司，换成我们的话，会不会就是我们的属灵的长辈，我们的牧师、我们的长老、我们的执事、我们的同工、我们弟兄姐妹，包含我们自己，没有遵守你的法律，没有听从你的命令和警告。当我们依然遇到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依然是陷入在那当中，以自己为主？在今天，我们也要来到主的面前来认罪，求上帝赦免我们，赦免我们自己，赦免我们的教会，赦免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我们的同工。你的子民曾住在你所赐宽阔肥沃的土地，在自己的国中享受大福，但他们没有离开罪恶来服侍你。是不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常常是这样子，享受着上帝所赐的恩典，但是我们依然在罪中打滚，
我们依然陷入在那个里面，没有真实的来摆上，没有真实的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。我们是不是依然在那个境况当中，没有好好的来领受上帝的恩典，让上帝的话语带领着我们？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你的子民曾经住在这当中，去享受、去领受这美好的恩典与祝福，但是并没有离开啊，没有离开撒旦，没有离开罪恶，没有离开那一切。所以这当中，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需要被调整，我们的生命需要远离那些罪，远离那些罪，需要在当中回来，知道上帝的命令、上帝的律法、上帝的教导。而在当中，或许我们会觉得这就是教会要做的，但这也是我们弟兄姐妹要做的。让我们将我们所领受的分享出去，让我们将我们所听到的去分享出去，去造就我们的同工、我们弟兄姐妹，去帮助我们身边的人。所以虽然他们领受这些，过去领受了，但他这边说，现在我们在你所赐的土地上，在供给我们食物的肥美土地上做奴隶。过去是要做主人的，过去是要享受这一切的，但这时候却成为别人的奴隶，成为亚述国的奴隶，成为其他人的奴隶。所以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哇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，很大的冲击，跟原先设定的很不同。接着这边讲到说，这地的土产都归你派来管辖我们的君王，因为我们犯了罪，他们任意对待我们和我们的牲畜，我们遭受极大的灾难。这时候他们被掳，他们被管辖，这时候他们依然是属于别人的。所以是当中我们看到，在当中他们被掳了，他们陷入在这当中。所以讲了这么多，其实应该也是有意识到，像这边说的，因为我们犯了罪，因为我们犯了罪，所以也在当中看到他们也这样被卖了。但是我们期待上帝回来恩典祝福在当中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，在最后的这祷告的最后这当中，其实回到实况里面去看见，我们原本应该在这当中享受上帝所赐这一切美好丰硕的果实。就像摩西派遣那12个探子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所看见的那一样，也像过去这几百年的日子里面，他们所享受的那些一样。但是这一切也从大卫、从所罗门那时候就开始变了调，或许也从扫罗那时候开始变了调，因为人们开始不顺服这当中。在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，上帝说你们要去征战，把那些都消灭掉，但他们没有这样做。后来上帝就说，好吧，你们既然不做，那就把他们留在你们身边，成为你们的提醒，你们的警告。而在当中我们看到这一切最严重的状况是在什么时候？可以说是在所罗门的时候，因为上帝原本不留下这些人。后来其实上帝有讲到说，你们不可跟外族人通婚。但是我们看到
圣经里面讲到说，所罗门他的后宫佳丽至少1000，而这当中这1000里绝大部分都是外族，都是拜外族的神明、外邦人的神明。而所罗门也将这些纳入在他的国度里面，在他国家当中，他盖了许多的神坛、许多的祭坛，让他的嫔妃能够去拜他们的神。最后也讲到说，他也跟着他们拜。所以从这当中开始造成很大的问题，造成了很大的问题。所以后续我们看到他的后代一个一个，很多就越拜越严重，少数有几个回转，但是他的孩子又变了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将这个信仰流传下去真的不容易，将这样恩典分享下去真的不容易，因为在孩子当中，在孙子当中，很多很快就变掉了。当我们的生命不愿意真的来面对、来对付、来付上代价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很快，就像在基督徒里面常常讲到说第一代、第二代怎么样，基督徒的信仰常常也过不了3代，在第4代、第5代的时候，就开始有很多又跑去拜其他的神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生命更加的坚定？在当中，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在讲到说，反正孩子信仰是他们的，他们继续选择。然而，当你没有好好的去栽培他们，让他们去经历这许多的恩典，孩子怎么去做对的选择？所以在这许多事情里面，也让我们去看见，我们不是把这些责任去推给孩子而已，而是我们自己要先把你的生命建造起来，让我们所过的生命是依靠上帝的生命，而且我们要常常关注着孩子的生命，我们去帮助他。许多时候，我们也把这些都交在妈妈的身上、太太的手中。我们看到《列王记》里面所记载这许多的情况，这些王，他们很多的太太，很多王的太太都不是以色列人，甚至去拜其他的神明，而他们的孩子很自然的就跟着这些妈妈，他们跟妈妈比较亲近，很自然的会跟着他们的妈妈，而在当中这样下来一代又一代的，就很自然的离弃了上帝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，当他们这样祷告的时候，其实也是重新建造他们的生命的时刻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看到尼希米在建造的时候，眼睛看得到的，重建耶路撒冷城，重修圣殿，而后续也做了许多事情，让圣殿的功能来恢复，让人们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，让祭司们来帮助人民来敬拜上帝，也让利未人能够带领人们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、来祷告，也让许多圣殿的乐手回来，也让许多圣殿的工人回来，来修复圣殿。因此在当中，我们看到这许多的事情里面，我们需要恢复教会的功能，恢复教会许多的功能，而在当中也唯有重建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才有办法恢复这些。我们也期待我们今年、明年，我们可以更多来恢复我们的功能，在当中该敬拜的、祷告的、服侍的，我们都能够恢复这些功能。很多人会觉得，哇，我们不是在做这些事情吗？这些许多事情不是本来我们就在做了吗？但是也让我们看到，我们是不是很多事情都只是形式性的，过去做我们也跟着做，继续做，但是我们也不尽然知道
在做什么。所以在这许多事情里面，让我们回来去看见上帝在当中怎么使用我们。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也让我们回来看上帝让我们有这些职分，我们怎么样恢复我们的这些职分。而在当中也让我们恢复跟上帝的关系，也让我们恢复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回转来归向上帝，让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来认我们的罪。接下来有段时间，让我们再回到上帝面前来默想上帝的话语，也让我们来思想在当中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什么需要认罪的，有什么需要回转仰望上帝的。我们有一段时间来默想上帝的话语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也让我们不单单只是在当中去虚度这些光阴，白白的领受而已。当我们回想这些恩典的时候，也让我们大大的来感谢你，也让我们将这样领受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成为我们恩典与帮助。主啊，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时刻得罪了你，愿主你赦免我们，也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去细数这许多的恩典，也去看见这许多得罪你的地方。求主你赦免我们，求主你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满有主你的恩典，让我们不离弃你，而是更多的依靠你。
亲爱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也愿我们将这一切都仰望在主你手中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将自己献上，成为活祭，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更多的领受主你的恩典，也更多的将这些来摆上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当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领受你的话语，生命得着了更新，也让我们有这样渴慕的心，领受你的话语，生命也得着了更新。感谢主，主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恳求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，也让我们在今天再次的与你会面，再次的生命得着的提升。感谢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的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我们每天都来到主的面前，来领受上帝的恩典，让上帝将我们分别为圣，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成为新造的人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